大家好，嚟到名家急力場啊！今日嘉賓我哋請嚟莊志雄嘅，Hello Louis。Hello，希文你好，大家好。好，咁啊，同你傾下外圍嘅市況啊。當四間嘅 hyperscalers 啊，Google 嘅母公司 Alphabet 啦、Meta 啊、微軟嗰啲咧，都公布咗個季度業績。咁啊，一如預期咧，因為佢哋發展 AI 啊，咁所以咧個全年資本開支咧都要大增㗎啦。四間夾埋咧已經超過7000億美元。其實即係公佈完呢一個數之後咧，就連Alphabet 啦都係要首次咁樣錄得一個負嘅自由現金流咧，市場就好似有啲唔係幾滿意咁啊，然後好多都調整咗嘅。你對於佢哋呢一轉業績期公佈呢啲季績咧，收唔收貨？嗱，其實我哋如果講收唔收貨，最緊要睇個市場啦嚇。咁其實個市場個反應咧，喺過去一個月咧，如果你整體嚟講咧，即係 M7啦，或者係大部分都係 hyperscaler 啦，佢哋嗰個股價表現咧就係持平嘅嚇。即係曾經咧就喺7月中嘅時候升過啦，咁但係之後咧就成個市跌嘅時候咧，咁即係嗰段時間有一段去槓桿嘅時間啦嚇，咁就影響埋呢啲即係巨型雲端嘅公司嘅，咁就都即係變咗係由升變跌嘅嚇。咁不過埋上個禮拜微軟公布咗業績之後咧，咁你見到咧就其實同7月初嘅時候嗰個價咧係差唔多嘅啫，即係佢哋整體嚟講啦。咁所以其實佢哋一路咧，如果股價表現咧就冇太受到影響嘅嚇。咁最受到影響過一個月咧，就係嗰啲半導體啊嚇，同埋嗰啲記憶體嗰啲股票咯嚇。咁嗱，咁而呢一紮公司公布咗業績之後啦，尤其是你正話講嗰四間啦，亞馬遜啊、Alphabet 啊、Meta 同埋微軟啦。咁呢四間咧，咁佢哋就依然繼續係大幅增加佢哋嗰個資本開支嘅。咁所以咧就暫時個市場咧，之前係驚一樣嘢咧，就係話佢哋會開始減嗰個capex 啊。咁佢哋公布完業績之後就知道係冇減啦嚇。咁所以咧就個市就即係會企穩咗咯。而家暫時嚇。咁再加上微軟嗰個業績都幾緊要嘅，因為之前咧啲人估佢咧有機會係低過40%嘅，即係 Azure 嗰個增長係低過40%。咁出咗嚟嘅時候係43%，咁又達咗標。咁其實就即係如果用業績嚟講咧，我覺得只係攞啲業績嘅消息咧，去將個市推上推落咁樣咯嚇。咁啱去到上個禮拜個市都去到好超賣嘅狀態嘅情況之下，咁就會攞翻啲業績消息嚟推翻上去咯嚇。咁我覺得暫時嗰個格局係咁樣咯。如果你話真正要變嗰個格局咧，就係我哋要見到咧。就係呢啲 hyperscaler 咧，佢哋投資咗咁多錢落去之後咧，其實係最後係見到嗰個利潤率係下降嚇，跟住佢哋要減個 capex 咧，嗰陣時咧先至要驚咯。咁而家咧就似乎都係即係鬆咗一口氣，可以睇到一季咯。係咁啊，而今個禮拜咧，仲有 AMD 啊、SanDisk 啊、SpaceX 啊，都係會有業績嘅。會唔會個市況係再俾到藉口啲淡友借住呢一個業績期，又係在業績之後將個市對落嚟？我諗呢幾隻，我諗個重要性應該冇咁大啩嚇。咁例如好似 SpaceX 咁樣啦，咁佢公布完業績之後，咁就會再有更多嘅股票係即係過咗禁售期啦。咁即係我諗個市場都係預咗佢跌㗎啦嚇。咁唔知有冇驚喜啊？咁亦都你如果講係 AMD 啊、Intel 啊呢啲，咁同 hyperscaler 比，佢哋個重要性應該冇咁大咯嚇。咁我估咧，如果你講個市咧，去以標普500指數為例啦，我覺得繼續好似由5月到而家嗰個情況咁樣，就係上落咯。咁5月到而家其實佢喺一個區間度行嘅，即係7350點到7650點之間咯嚇。咁我覺得就你見到之前去槓桿去得咁勁都跌唔穿，咁就咁但係又未必會破到頂咯，就繼續喺呢個區間度運行咯。咁好睇乜嘢咧？好睇就係話嚟緊嗰個美國嗰個債息啊，會唔會抽上去咯？因為而家你見到咧，美國債息咧係其實一路喺度摁下上緊去嘅。咁10年期債息已經上到4.7厘啦嘛。咁如果俾佢衝破咗5厘咧，我覺得對個市有壓力嘅。所以個債息一路升緊嘅情況之下咧，其實美股要破頂又唔係咁容易咯。
係咪因為債息升咧影響咗個資金流嘅？咁依家可能會係少咗錢入去嗰啲科技股啊同埋半導體股當中。呢個係一個原因啦，另一個原因就係正話講一樣嘢啦，因為之前咁大槓桿去炒嗰啲科技股啊、半導體股啊，咁韓國類型嗰啲股票啊或者 ETF 啊槓桿嗰啲 ETF 啊，咁其實即係炒呢啲佢哋都係越嚟越加得多槓桿噶嘛，好似最近嗰個即係 AI 少年股神啦咁如果你講炒嘢都冇邊個勁得過佢噶啦，咁佢都爆倉啦。咁基本上咁樣操作嘅用槓桿操作嘅人，基本上都爆晒倉噶啦咁呢啲人咧，之前係最多錢槓桿咗之後去買一啲同科技股有關嘅嘢噶嘛。咁而家佢哋突然間基本上係財富蒸發咗啦，咁佢個實力就會大幅削減咗咯咁變咗你見到就係即係好似今次呢個即係 situational awareness 嗰間公司佢即係爆咗倉，其實都係俾嗰啲老手接管咗佢啲股票噶嘛咁啲老手其實都係會偏向即係平衡啲保守啲嘅做法咯咁所以你見到過去一個禮拜咧，就流入去呢個半導體嘅 ETF 韓國股票就大幅減少嘅咁tech 咧都唔算多嘅因為你見到咧同中國股票流入嗰個情況係差唔多嘅咁。前咧有再佢幾個月之前，梗係 tech 分流入嘅錢，即係科技嘅一流入科技板塊嘅資金係多好多啦咁你見到嗰一個禮拜就同中國係差唔多嘅係啦。咁我早一兩個禮拜我都喺呢個節目講過，我就係話如果即係南韓同埋啲半導體跌落嚟嘅時候咧，中港股市係會受惠噶嘛咁過去一個月大家就見到咧，其實就恆生指數升翻好多啦係啦，咁但係而家就去翻一個比較平衡啲嘅狀態咯，我覺得即係之前嗰種失衡咧，即係話啲錢累晒喺半導體，跟住斬倉跌落嚟嗰陣時，跟住令到部分嘅資金回流呢個情況咧，我諗已經係平衡翻㗎啦，而家咁就所以你見到 Tech Fund 同埋即係 China Equities 咧，即係中國類型嘅股票咧，其實嗰個資金流係大約相約㗎咯。咁流入去南韓股票嗰啲資金如果少咗咧，啲記憶體股份究竟見底未咧？我就覺得見咗底嘅因為你見到一個咁大嘅即係玩家都死咗啦或者佢唔可以叫死嘅，即係佢而家唔會再用槓桿啦咁就即係正話都講啦，如果用槓桿嘅人都應該斬晒㗎啦，咁斬晒槓桿之後應該係見咗個底㗎啦，咁亦都見到啦 Citadel。佢哋都接咗貨啦咁我覺得個底就應該見咗噶啦咁只不過係會嚟緊好挫咯嗰個市因為以往咧呢一種咁嘅炒法咧當佢見咗頂之後咧，咁其實咧就或者係即係可能係一兩個月之後就見底嘅，即係呢種情況係以往成日都見到嘅即係呢種叫 momentum 嘅吹法啦咁見咗底之後，其實咧就之後嗰幾個月咧，其實就好發嘅。即係之後嗰幾個月咧，可能係講緊係升2成同埋跌2成嘅可能性咧，係差唔多嘅咁所以就難玩咗咯咁因為而家低位升翻上嚟都係講緊係10幾20% 嘅啦嘛，已經係講緊咁所以即係喺現階段，你話再試底嘅機會，咁我覺得係低啲嘅。咁但係你又唔好 expect 佢好似之前咁樣升法咯，因為之前咁樣升法，因為有好多人用槓桿去將個市推上去噶嘛。咁嚟緊呢幾個月咧就唔會有嗰種升法㗎啦。咁變咗係一個好大嘅波動嘅情況咯。咁你見到好似今日南韓股市都係啦，係咪？即係之前上個禮拜又即係單日最大升幅，咁今日又跌翻落去，即係呢一種情況會係未來幾個禮拜都會見到咯咁既然個市如果會變得波動咧，其實基金經理依家揀股咧，或者揀投嘅板塊咧，要點樣揀嘅咧？基金除咗佢哋會揀個板塊之外咧，佢哋都會睇所謂叫因子即係 factors 咁因子咧就即係最簡單，就大家成日都聽到嘅就係咩咧？價值型啦或者增長型啦，呢啲就係因子啦，即係唔同嘅 factors 啦咁另外就最近最熱門嘅當然就係動力型啦即係啲人就唔使睇估值，乜都唔睇噶啦。總言之，
有動力咧，就即係推佢上去嚇。咁之前用槓桿炒半導體咧嚇，就係呢一種啦，即係動力型嘅嘢啦嚇。咁你見到過一個月咧，就動力型就冇晒啦嚇，就跌咗落嚟啦。咁而動力型入邊有好多都同增長有關嘅嚇，因為啲 hyperscaler 大幅使錢，就令到即係有一啲股票，即係例如好似同電力有關啊嚇，同起 data centre 有關啊，同呢個記憶體有關嗰啲就變咗係增長型咯嚇。咁呢兩個範疇咧，你見到過一個月咧就跌翻落嚟咯。咁就變咗啲錢咧，就變咗係啲屬於 old money 啦嚇，即係我哋叫做嚇，即係一啲傳統啲嘅錢咧，就去翻價值型嘅嘢咯嚇。咁所以你見到價值型過一個月咧，就係做翻好啲咯。咁所以大家都要記住一樣嘢咧，揀股嘅時候要平衡啲咯，即係你唔係話唔可以玩動力啊嚇，但係唔好全倉跟住槓桿去做一個因子咯嚇。咁如果係平衡啲嘅話，咁就算自己揸住啲動力股嘅跌咗落嚟咧，如果你有手頭上又有啲價值股咧嚇。咁又可以平衡翻啲咯，因為你見到譬如舉個例子，最簡單你就咁買一隻即係價值型嘅大型股 ETF，就係美國上市嘅 VTV 啦嚇。咁呢隻係 Vanguard 嘅 ETF 啦嚇。咁你見到上個禮拜都係一路創新高嘅嚇。咁即係變咗你見到係一個平衡啲嘅方案，即係你手頭上高嘅嘢，動力嘅又有，價值型嘅又有，增長型嘅又有嚇。咁變咗嗰個整體成個投資組合嗰個穩定性會好啲咯。呢啲叫因子啊嘛。咁如果依家唔係動力又唔係增長嘅時候，邊啲係計咗落去價值型嘅股份嗰度咧？嗱，如果最近咧，你見到咧價值型嗰啲亦都有啲防守性嘅嘢，例如好似 J&J 啦嚇，咁或者係啲銀行股啊嚇，因為你見到最近咪好多錢流入去，正話我睇到幅圖咧，好多錢流入去環球嘅股票嘅，其實有好多錢都係流入咗去金融股咯。你見到香港嘅金融股都特別強嘅嚇，咁就因為呢啲都係即係因為金融股係屬於係個估值係比較平啲啊嘛，即係銀行股啦好多嚇。美國嗰部嗰啲即係地區性或者區域性銀行咧，我哋以往呢個節目都有提過呢一隻嘅 ETF 嘅嚇 KRE 啦嚇。咁呢一啲嘅類型嘅價值型嘅 ETF 咧，其實都係創緊新高嘅喺上個禮拜嚇。咁所以即係呢一類型嘅股份咯嚇。咁當然而家跌到即係譬如半導體跌到咁殘咧，我又覺得即係如果之前高位係減咗啲嘅咧，亦都可以加翻啲配置咯嚇。好，我哋今日咧就同阿莊志雄 Louis 傾到呢一度啦。名家吸力場嘅時間差唔多。